好多打算喺珠海湖心路揾樓嘅香港街坊，成日都追住我問五洲佳園究竟值唔值得入手？小區嘅物業管理得好唔好？處理業主嘅問題夠唔夠負責？唔好淨係睇網上雜亂嘅評論。我 Alex 本身就係五洲佳園嘅業主，今日以住戶加地產人雙重身份一條片講透物業真實嘅水平，順便講最新樓王重磅上新嘅資訊。咁喺 Alex 住咗1年幾嘅時間以來管家向來都有問必答嘅，耐心接住大家各種生活需求，每一張維修單都跟到徹頭徹尾，到件件有回覆。每逢颱風來臨，會主動提醒大家檢查屋企嘅隱患，鎖好門窗啦。閒時仲有便民服務，幫出差長者街坊代收快遞、大型家電，上門幫手打理綠植，相當貼心啊！安保每日定時巡邏，常規檢查消防設備，及時整理原停領放嘅單車。極端天氣提前做足防風防汛嘅準備，全天候守護園區嘅安全。工程師傅隨叫隨到，水電啦、電梯啦、公共設備定時檢查保養，居家故障快速上門維修。綠化團隊長期修剪養護，升級園區嘅景觀，保潔全天候清潔成個小區嘅衛生。每月成個小區開展殺蟲滅鼠呢啲活動，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殺滅蚊蟲嘅工作。居住環境乾淨舒適，物業憑實際嘅服務多次收穫業主送嘅錦旗。整體嘅管理踏實稱職。其實 Alex 住過咁耐嘅話都非常之滿意物業嘅一啲服務嘅。除此之外咁重點同大家講，小區收官樓王30棟正式推出，都係小區內部唔臨馬路嘅靜音流動啊！亦都係未來3年內唔會再有同類型嘅改善產品，屬於絕版貨啊！2梯4戶嘅高層擁有稀缺嘅湖景、海景、雙景啊！全屋嘅精裝全面升級。眾所周知，五洲佳園喺成個西區甚至成個珠海嚟講，佢嘅交標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而家每戶再額外增加7萬蚊嘅裝修成本，質感再次大幅提升。咁最後五洲佳園喺我職業生涯入邊，港人業主最多嘅小區，入邊好多香港嘅街坊鄰居，平時大家一齊飲茶聚餐、唱 K、結伴行山、自駕遊，鄰里氛圍十分融洽啊！想了解戶型、價格或者打算過嚟做鄰居嘅朋友，隨時私信 DM 我，所有疑問我會逐一詳細解答。我係 Alex，一個有溫度、敢講真話、專為港澳街坊灣區置業避坑嘅地產博主。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